我是多么的幸运，在这个世界上与你相遇。你的一颦一笑，一字一句，你的包容，你的爱，疗愈了我的心，也深深的感动我。虽然你说我们都不是100分的人，但是我们相信2个50分加起来就会成就100分的人生。那这也就是上帝要让我在此与你共同结合在一起的理由。高小孩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93爱你哦，祝福你，一定要永远快乐、幸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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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拜拜。